2025年DSE 第26條 MC 究竟點樣做啦？咁我哋簡單嘅重點就係有兩條 perpendicular 嘅線啦，嗰兩條 equation 分別係咁樣，然後會知道兩條線分別掂到 A 同 B 呢兩點啦，掂到 x-axis 嘅呢兩點，咁個交點啊，兩條直線嘅交點就叫 C， 然後個 C 就喺 x-axis 上邊，然後最尾咧就係個 area 係6。咁我哋留意啦，就係有啲咩可以確定得到嘅咧？就係條線係負嘅啦，個 slope， 咁所以條線係咁樣畫，而且我哋已經知道佢個 x-intercept 就係20/3，個y-intercept 就係叫做5啦。咁對應嘅咧就係呢個一定係 A 噶啦。OK， 咁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 L2 我唔知確實嘅位置，因為我冇調色啊嘛，係啦。咁佢就有3個版本，紅色、綠色同藍色呢3個版本都有機會係。咁我具體點解我會話3個版本呢？第一，我哋確認到嘅就係個 C 呢啲交點，佢會喺個 x-axis 上邊嘅，冇錯，的確係啊。但係而家就咁睇嘅話，呢3條唔同顏色嘅線有咩分別？係個面積唔同，最細嘅就係藍色呢一個三角形，最細嘅係呢個 ABC， 比較大少少嘅就係綠色呢一個 ABC， 最大嘅就係紅色。好啦，究竟係邊一個先係正確嘅一條線呢？嗱，我哋睇一睇黑色嘅呢一個三角形，黑色嘅呢一個三角形，佢個面積係幾多啊？佢個面積咧，先轉翻做黑色。黑色嘅呢一個三角形，佢面積咧就係5×20/3再除2，個答案咧就會係16.666。咁呢一個係比我哋題目要求嘅6更加大，亦即係我哋個6咧係比起呢一個黑色嘅三角形更加細，所以只係能夠存在喺呢一個範圍入邊。OK， 咁如果係存在呢個範圍入邊，咁我哋睇一睇會畫到啲乜嘢出嚟啦？佢會畫到一對嘅相似三角形，係啦，一 pair 嘅 similar triangle。咁因為咧有 common angle 啦，而且就係有兩隻90度。咁如果係相似嘅話，其實我會跟住點做咧？我會切呢條叫 A， 成條打橫嘅就叫做23減 A， 然後我想用個比例嚟做。咁有條公式嘅，我哋知道，就係邊嘅比例二次咗佢就會等於面積嘅比例。而家我有冇細嘅三角形嘅面積啊？我有，係6。大嘅三角形嘅面積都有，黑色呢個就係16點幾，即係50/3。好啦，細嘅三角形條斜邊，直角對住呢條斜邊幾長啊？寫低咗㗎啦，就叫20/3減 A。跟住直角三角形最大嘅直角三角形對住嗰條斜邊係幾多啊？我哋撳一撳機，5嘅 square 加20/3嘅 square 再開方，發覺佢就係25/3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撳一撳機6/50/3，跟住咧就再開方啦，然後乘翻25/3，再用20/3減走佢，發覺最尾個 A 咧就係5/3。如果個 A 叫做5/3，有咩特別先？咁你就揾到呢條線咩線啊？L2 呢條線個 x-intercept 咯，係啦，揾到 L2 嘅 x-intercept。好啦 ，L2 嘅 x-intercept 係咩啊？20/m。好啦，如果咁樣講嘅話，而家我哋知道呢個咧就係叫做20/m。咁 m 係幾多咧？撳一撳機就會發現20除5/3，個 m 就係叫做12。好啦，如果你知道 m 係12嘅話，會知道啲乜嘢啊？如果 m 係12嘅話，咁我哋知道-3/4乘-m/n 會等於-1。而家已經知道 m 係叫做12 ，OK，m 叫做12。咁結果咧，我哋好快咁樣寫一寫啦。3×12除4乘 n 等於-1。咁所以最尾個答案咧係3×12除4除-1，就會發覺個 n 咧就等於-9。咁如果係咁樣咧，我哋就會知個答案就係 B 啦。